后来镜头所当的台湾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民众无法度出国，加上政府有来推出着安心旅游补助1000块，所以国内旅游是强滚。但是这个补助到10月底为止，国内旅宿的业者都惊无补助，人客量会来减少，所以联合着500间的业者推出着民间版的安心旅游500块的补助，希望继续来带动国内旅游的热度。 南投日月潭排队坐游艇，尾巴举起来！花莲、台东、宜兰游客嘛有够多。南台湾的垦丁游客甲日头同款热情。国内的旅游当着时，除了疫情无法度出国改善国内之外，也有中央安心旅游的补助1000块的加持。但是补助到10月底就无啊，业者惊无补助，游客不爱来咯。 这次联盟预计号召500家的这个业者来响应，提供优惠给民众。那大概就是说可以优惠500块。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计划邀请全国500间的旅宿业者推出民间版的安心旅游500块的补助，目前有将近100间来签名，单暝会当拄500块，或者是甲电商平台合作买物件送500块的单暝券，11月开始为期1年。 毕竟国营补助只是一个诱因啦，那当然长久来看，要看旅宿业者本身的品质，以它相关的一些行销方案来吸引客人去入住。所以针对这样子一个促销行为，我们是乐观其成的。交通部讲，短期内也无旅游补助的计划，无了中央的补助，民间企业嘛自立自强，革命拍折优待，延长国内旅游的热潮。